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1天。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克区遭到俄罗斯的袭击，当地人发现了集束弹药，这些致命武器看起来像直径大约10厘米的金属球，与玩具相似，这使得它们对于儿童特别危险。乌克兰警察敦促居民保持警惕，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立即拨打102报告，不要试图触摸或移动它们。也就是俄军不仅打击这个乌克兰的民用设施，而且还使用了这个集束弹药。乌军侦察部队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俘获5名俄军突击队员，该俄军小队被困地下室，并遭榴弹炮火力压制后投降。这个乌军的侦察队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4叫红加米旅，申请5名俄军突击队员。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图拉一家重要的国防工厂3天内2次遭到无人机袭击，被迫停止运营。该工厂负责研发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高精度武器，设施受损包括一座变电站、多座仓库、多栋行政办公楼和一个装卸机库。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安全局用3架无人机摧毁俄方一列运输500多吨燃油的列车，其中还有2架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实际执行任务的共有5架无人机。乌克兰这个安全局它的蛛网行动还在继续，用5架无人机就摧毁一列运输500多吨燃油的列车，2架负责侦察，3架负责摧毁。从报道中推测，执行任务的特工应该在铁路线30公里范围内。无人机改装后最长飞行时间40分钟，飞行速度估计100到120公里每小时，来回飞行以及在空中悬停等，也就是对俄罗斯的这种后勤运输的打击深入到俄罗斯境内。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说，俄空军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中将在顿巴斯前线视察返回基地途中，其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军击落，发生爆炸，当场身亡。与此同时，在苏梅战场，乌军第225突击团成功阻击了俄军第30摩托化部队的攻击，并在战斗中于安德烈夫卡一带击毙了俄军营长指挥官亚尔采夫上校。这是双方在战场的一些情况，战线没有什么变化，双方还是以互相轰炸为主。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在俄乌冲突进入第1215天之际，乌克兰战场态势呈现新的变化，国际支援持续增强。英国承诺10万架无人机正密集投入前线作战，在扎波罗热方向有效压制俄军目标，并造成伤亡。德国解除了对乌远程武器射程限制，首批防空系统等装备已运抵乌克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获得提升，北约秘书长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本土军事设施的自卫权。德国以104亿美元年度援助成为乌最大援助国，部分资金将用于乌建立导弹生产线。捷克牵头多国合作确保乌军炮弹供应。英国追加资金支持 5.5 万名乌军士兵接受北约标准培训后重返前线。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通过袭扰俄后勤网络，有效削减其前线补给量。乌方预计 F-16 战机的交付将显著提升其空中力量。瑞典决定增加300亿美元军费开支，军事开支占 GDP 的 3.5%， 民防开支占 GDP 的 1.5%， 以实现北约国防开支占 5% 的新目标。瑞典财政部长说，此举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不必学俄语。欧洲人如果不想学俄语，那就要学一学瑞典，把自己的军费开支要增加到 GDP 的 5%， 到时候就可以碾压俄罗斯啊。欧盟正在寻求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提取数十亿欧元，将其转为风险更高的投资。
这一计划将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避免被指责偷窃俄罗斯的钱。政客援引4位熟悉这一程序的官员的话报道了这一消息。据他们透露，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将被冻结在比利时的2000亿欧元俄罗斯国有资产转移到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支付更高的利息。我已经建议过，这个不如拿出一部分投资胡适，买胡适的银行股，这样风险大，收益也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切断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回报，以帮助乌克兰经济维持下去。这些资产于2022年被冻结，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荷兰的国防大臣叫布雷克尔曼斯表示，他说：“我认为，对于荷兰国防部的负责人来说 ，F-16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最著名的战斗机。我们的一些飞行员已经驾驶 F-16超过40年，因此它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能将 F-16转让给乌克兰，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佳目的地。目前，一方面，我认为人们感到有些伤感，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转向 F-35，即新一代战斗机。我们能够将 F-16战斗机移交给乌克兰，并知道他们将继续留在天空，用于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事业，即拯救生命。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非常积极和美好的感觉。布雷克尔曼斯还表达了对乌克兰飞行员的深深敬意。他们在1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数年时间的 F-16训练计划。他指出，我们的许多飞行员也知道学习和掌握 F-16需要多长时间，而乌克兰人现在1年就完成了我们飞行员通常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乌克兰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能够迅速地做到这一点，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也非常赞赏和尊重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乌克兰的飞行员没有让北约这些国家失望，他们用别人，对吧？更短的时间掌握了这些 F-16战斗机以及它的作战技能，所以说时间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的。随着时间推移，乌克兰的飞行员会越来越多，那 F-16也会越来越多，先进的战机会越来越多。那么乌克兰的制空权这个恐怕就要发生变化。现在 F-16经常飞到这个苏梅和库尔斯克附近执行作战任务，此消彼长。所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年半以来，这俄罗斯人空天军的优势恐怕就荡然无存。这个小马尔科姆、史蒂文森、福布斯致电这个特朗普备忘录，要求坚定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福布斯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必须坚定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个福布斯现在担任商业杂志《福布斯》的主编，他实际上是福布斯资深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的儿子，他叫小福布斯，也是该刊物创始人 B.C. 福布斯的孙子，是福布斯商学院的顾问。这个福布斯是1996年和2000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候选人，也是美国政界和出版界一位非常活跃的有能量的资深人士。他在建议特朗普要坚定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2025年6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俄罗斯无人机制造商实施了新一轮制裁，这些无人机被俄罗斯用于袭击乌克兰。制裁还波及到协助规避制裁的相关个人。相关总统令已于6月20日发布在国家元首官方网站。总统办公室表示，新一轮制裁针对的是参与开发和生产俄罗斯无人机的个人和法人实体。该制裁令自发布之日起，即2025年6月20日起正式生效。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在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调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时，他说，让一个已经陷入战争的国家来调解战争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乌克兰外交部部长西比哈在社交网络平台 X 上写道，中东紧张局势至少在2个方面暴露了莫斯科的虚伪。西比哈强调，首先，普京冒充调解人，拼命挽救伊朗的核武器能力；其次，
俄罗斯一边谴责中东的打击行动，一边却无情地攻击乌克兰。普京假装为结束中东战争提供服务，却拒绝自己结束自己的战争。西皮哈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信任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总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谈中，他拒绝了普京提出的调解与伊朗会谈的提议，并建议普京进行自己的调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见美国总统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这个卢卡申科可以说是非常激动，因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美国的高级官员，当然也没有去过美国。这回美国人居然主动上门登门拜访，所以卢卡申科觉得自己非常有面子。在凯洛格的要求下，卢卡申科当场就同意释放好像10几个什么政治犯，立马放人。当然了，这个凯洛格来访问白俄罗斯来见卢卡申科，那肯定不是仅仅为几个政治犯，为卢卡申科的几个反对派跑一趟，主要还是第一个要探一探，从卢卡申科的角度看一看，这普京有没有停火和平的这种愿望。也希望卢卡申科赶紧劝一劝普京，因为这个时候卢卡申科是家子里面最难受的。卢卡申科恐怕也愿意立即停火，达成和平。再这么打下去，白俄罗斯他也夹在中间，没有好下场。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卢卡申科可以说这3年半殚精竭虑，勉强就左右腾挪，就坚决不掉入这个普京挖的坑里面。既给普京感觉他跟普京是站在一个阵营一个战壕，但是又不敢彻底得罪欧洲和北约，害怕清算了。所以这个卢卡申科恐怕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但是没有办法，他也想结束这样的日子。伊朗和朝鲜都已经被普京拖下水，大家想象一下，居然白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下水。白俄罗斯并没有像库尔斯克、像什么布良斯克派出一兵一卒。这个路透社报道，普京说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是语出惊人，他在周五6月20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就以色列和伊朗、乌克兰以及世界滑向第3次世界大战风险发表讲话。路透社报道说，普京称理论上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他说，我认为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同一个民族。事实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大家看视频。Во-первых,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не такая же, 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другая. А во-вторых, мы не добиваемся капитуляц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Мы настаиваем на признании реалий, которые сложились на земле. Я уже много раз говорил, что считаю русский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одним народо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наша. Мы,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двергали сомнению прав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о, знаете, у нас есть такая старинная, это не поговорка, не притча, а старинное правило. Там, где ступает нога русского солдата, то наша. Они забрались к нам в Курскую область, значит, натворили там целую массу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риче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у, значит, мы их оттуда вывели с огромными для них потерями, а теперь вынуждены создавать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доль линии границ. Но у нас нет такой задачи забрать Сумы, 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я этого не исключаю. Но почему? Почему мы это делаем?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для нас угрозу создают, постоянно обстреливают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спокоит. 普京还说，相信大多数乌克兰人对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感兴趣，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在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讨论过。我想强调并指出，我们在2022年几乎就要签署协议了，就是普京他认为这个乌克兰人是愿意跟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乌克兰人民跟这个俄罗斯人民是同胞盼着与俄罗斯人要什么鱼水情一家亲。更有甚者，这个普京居然说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据说是俄罗斯的一个谚语。普京谈及
当前俄乌战争情况时，指俄罗斯士兵脚踏之处都是我们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俄罗斯士兵的军靴所到之处都是俄国领土。普京说，俄军暂无攻占苏梅市的计划，但不排除此种可能性。他又强调，为保障边境安全，俄军每日都在接触线全线推进。普京强调，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采取的行动旨在保护那些认为自己与俄罗斯文化和人民有着血缘和精神联系的人，主要为居住在克里米亚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他指出，俄罗斯曾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而西方却极力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迫使俄罗斯开始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等俄语地区提供军事支持。见过无耻的，但是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公然在国际媒体面前，在所谓的什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这种流氓言论。俄罗斯士兵足迹所到的地方都是俄罗斯领土。有人说1941年5月份这个纳粹德国这个发的宣传海报就有这么一句话：凡有德国士兵站立的地方，其他人就不会来。这个意思差不多。普京说，俄罗斯士兵的脚步所到之处就是我们的土地，俄罗斯士兵的军靴，对吧？所到之处就是俄罗斯的土地。台上讲这话的人无耻至极，愚昧至极，秉承着沙俄时代对土地的这种观念，中世纪对土地的这种渴望。现在已经21世纪，作为政治家明显太老朽。这个世界早就已经过了对土地的这种叫掠夺。凡能用钱买到的地方，能交换的，它的成本比抢劫成本要低得多。台上这个发言人这种无耻说法已经够无耻了，但是遗憾的是，台下还那么多人在听鼓掌。这个台下不是俄罗斯人，不全是俄罗斯人。你俄罗斯人鼓掌能理解，因为他们本身都差不多，都是土匪和强盗。但是台下还有很多国家的人，他们的领土也被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踏上过，确实也成了人家的领土。也不知道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是作何感想。俄罗斯士兵1897年踏足过旅顺、大连，1900年踏足过北京，还去放火烧了圆明园。按照普京的理论，这些地方迟早他都要拿走。实际上普京在这个国际论坛上面对这么多外国记者，实际上他就不装了，袒露心迹。他说他不希望乌克兰，他也不指望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但是要求乌克兰承认现实。什么现实？我抢的这地方就是我的，你得承认。这个普京他还说，必须清除乌克兰的纳粹特征和乌克兰领导层中的纳粹分子。这么看，到底谁是纳粹啊？一个纳粹指责别人是纳粹，地包老人的无耻确实超过了人的想象。6月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英国和法国尚未表示将停止向基辅提供所有援助，因此俄罗斯尚未同意与乌克兰无条件停火。他在接受天空新闻台采访时发表了该言论。佩斯科夫说停火就是停止战斗，但美国并没有说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所有物资供应，英国没有这么说，法国也没有这么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目前拥有了战略优势，并且无意失去这一优势。这就是流氓和强盗到了别人家去打砸抢，完了说停一会儿，大家停火，你得承认我抢的东西都是我的，不是你的了。你这个房子我已经占了，是我的。完了你还外面不能有人帮你，你别想去报警，你也别去打官司，你承认就完了。停火吗？也不打了。你这半拉房子我已经占了，这不就是流氓吗？在这个所谓的国际论坛上，普京再一次拿出了他的煤气罐。普京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脏弹的回应将是毁灭性的。普京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脏弹回应是毁灭性，并表示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你这不就是核讹诈吗？我国的核学说、基本常识以及我们实际行动都表明，我们一贯是对等回应一切针对我们的威胁，因此我们的反应将极为严厉，极可能是毁灭性的。不仅是对新纳粹政权，遗憾的是对乌克兰本身也将如此。希望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他先污蔑、指责乌克兰要对俄罗斯使用苷弹，就是带有核废料的这个武器。俄罗斯的回应呢，将是毁灭性的。普京说这是乌克兰纳粹分子能犯的最后一个错误。访问这个错误之后，乌克兰就没了。不光这个普京核讹诈，这个口炮界的天花板也立马上来补刀。6月2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态，若乌克兰使用苷弹，俄罗斯将以战术核武器进行回击。他还强调，基辅方面需充分理解这一立场，而俄方对该行动可能给未来生活和环境带来的后果暂不置评。这个苷实际上就是普京，就是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实际上是他们想用战术核武器找个借口而已。2022年10月，俄罗斯曾指控乌克兰计划使用苷弹，但乌克兰多次否认该说法，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核查。2022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对乌克兰3座设施的检查报告，称未发现和未知核活动迹象，也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已经排除了什么苷弹。这就是俄罗斯人狗急跳墙，他在前线僵持不下，没有办法突破乌克兰人的防线，这么消耗下去啊，他也耗不起，所以他现在特别想用战术核武器，他得找个借口。同样，在这个经济论坛上，普京说，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依然强劲。普京无视其官员不断发出的关于经济停滞和即将到来的衰退警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被问及有关乌克兰持续战争正在扼杀俄罗斯经济的报道。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警告称，俄罗斯战时经济势头正在迅速消退。他表示，经济正接近其增长的潜力极限，并补充说，此前有效的工具现已耗尽。经济部长叫列舍特尼科夫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在6月19日另一场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他强调，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尽管普京的言论乐观，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经济放缓的原因包括持续的国际制裁、油价下跌、战时开支增加以及供应中断。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损失不断增加，最近已经超过100万人，这可能加剧经济动荡，因为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支付费用让民众报名参战，而不是发起一场极不受欢迎的群众动员。根据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分析，俄罗斯仅报名奖金每天的支出就高达2400万美元。这些不断膨胀的支出发生在俄罗斯经济已经承受着西方制裁和石油天然气收入下降的巨大压力之际。能源安全分析师雅各比克本周在基辅独立报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这对俄罗斯的影响是严重的。同样，这个俄罗斯杜马预算委员会主席马卡罗夫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重演苏联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因为国家没钱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俄罗斯重演。他强调，我们几乎已经破产了。这可是俄罗斯杜马预算委员会主席马卡罗夫说的，俄罗斯很有可能像前苏联那样的崩盘崩溃啊。但是这话黄俄是听不进去的，这些什么正能量，他们觉得俄罗斯崩溃怎么可能呢？连人家俄罗斯的杜马的预算委员会主席都担心俄罗斯崩盘呢。这些黄俄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和底气，俄爹就是不可能瓦解，不可能崩盘呢。这个杜马主席他说，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国家耗尽了维持人民福祉的资金。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重演。这个俄罗斯人还是敢讲实话的，不是所有人都怕中毒。他指出，人民的需求在增长，而资源在萎缩，国家支出不可能无休止增长，企业几乎不参与实施国家项目，许多处于违约的状态，而且缺乏对私人财富的保护和执法的随意性，也就是吃拿卡要巧取豪夺，正在破坏国家经济。说国家福利基金流动性下降了3倍，截至6月1日仅为2.8万亿卢布，
也就是根据估算，2026年这个国家福利基金就耗尽。俄粉经常说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今年马铃薯的价格在莫斯科飙升了200%，大概人民币6块钱一斤。但是大家也知道，马铃薯可是俄罗斯人最基本的、最日常的食物，炖菜、饺子、煎饼、红菜汤，这都少不了马铃薯。现在在俄罗斯据说马铃薯已经成了中产才能吃得起的东西。物价飞涨，但是俄罗斯人工资却没有涨，俄罗斯人的退休金没有涨，很多俄罗斯家庭无奈选择放弃土豆。一位圣彼得堡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哀叹：现在我家连马铃薯都舍不得买，以前是配菜，现在是奢侈品。所以不得不佩服地保老人，这个地保老人的虎彪悍强硬，真是赢麻了。印度一个省的国力就敢跟全世界这占60% GDP 的一大帮国家去血拼，所以俄罗斯还能耗多长时间？崩溃随时有可能发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